喂，閃電喎，唔見咗你班 friend 嘅？黑旋風睇嚟準備充足喎，佢入埋內線頭位，準備起步。神奇超卓頂級，季尾最後一場比賽實爭分球啊！係咁啊，老友！最後40個圈啦，領先嘅黑旋風而家準備入 hit， 跟喺佢後邊嘅係閃電王麥昆。如果入 hit 時間掌握得好咧，絕對有可能後來居上啊！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嗱啊！阿佳你搞掂未啊？我一定要快過佢出跑道㗎！阿佳爽手啊！我閃電王好快入翻賽道，即刻攞翻個領先位置添喎！問題係佢頂得幾耐啦？喂，麥昆，喘晒氣嘅？咁啦，俾啲掌聲自己，你做得好好㗎啦，係時候要唞下㗎啦！黑旋風又再領先，發生咩事啊喂？閃電王不斷墮後，閃